因為他以前是政治犯。那時候你才知道？我那時候才知道，我媽媽也才知道。啊，那個外祖父啊，蔡春元，那時候也才那時候已經過世。哦。对，因為我外祖父是那個嘉南農田水利會的第一任總幹事，當時那個媒妁之言嘛，都介紹。我媽媽相親的時候，那個我外祖父都會問這個來應徵的，我說你有沒有參加過二？哦，有問。我外祖父一定會問。那當時有跟我爸爸競爭的有一個成大工學院，他很老實，他說有，還跑去水上機場，那他就被否決了。他問到我爸爸說你有沒有參加228？我爸說沒有。其實有，他也參加武裝的行動，在228之後，在台大法學院來組織那個支部，共產黨的支部。所以我父親後來在山裡面逃亡了1年半，所以他是還好他逃亡了，所以他沒有被抓。他說要麼就是去綠島，要麼就是沒有我，就被槍決。但我爸爸呢，欺騙了我媽媽跟他們家族，這個一輩子。那我是念了研究所，因為我是念那個政大三民主義研究所，我考上，而且我当时大學非常風靡左派的東西，所以我買了很多馬克思的東西啊，又對着家裡面那邊看，我就讀得津津有味啊，被我爸爸有點冷嘲熱諷，說啊這個我年輕的時候就看過，我說怎麼可能呢？這個現在才解禁啊！他才告訴我啊，那我後來早一天我媽不在家，她找我去外面吃飯，才跟我娓娓道來她年輕時候的故事。哇！所以才知道哦，原來我們留了同樣的血液。